在混乱中重新找回信心跟冷静的动力，击鼓前进，迎金收兵。这是古代引战古生体术战术，前进拉提，振奋士气，可以听锣声下达撤退的指令。指令虽然简单，但是敬畏之间蕴含着攻击的战术。如果运用得当，自然能发挥团队的效力。